哈利路亞，感謝主！你看我背後你按到兄弟姊妹，一都係按到小組，我到你背台，因為他們啊，上帝十分好，在詩篇記啊145啊第9章，佢嘅經節用講到，上帝對隆重人安好，佢嘅憐憫充滿了份隆重嘅寫嘅人，為啲嘅經節上帝寫啊。佢啲時間人在世間嘅黑道都冇滿足，冇本事去到得救嘅路，makanya佢嚟到世間是出時間，佢啲事了佢焚生三日人後，但係了為了每一人相信佢實得救，嚟使新人佢做救主，嘅罪裏新人嘅心裏相信耶穌係上帝，耶穌係救主，佢得救。但係嗱，因為是跟人生世間嘅黑道都幾十年共建呀，聖經講70歲、80歲嘅罪行，呀，要跟人有當巴到80、90，咁都係上帝嘅恩典了。但係呢，講兄弟姊妹啲，是跟人生嘅黑道每日都要最後嘅時間，是梗係離開了嘅世間。但是在世間嘅黑道都係潛視嘅，呀，上帝安好對隆重嘅籌嘅人，佢嚟到世間嘅介紹出嚟，嚟使相信佢生得到永久嘅生命，我都隆重啲相信了上帝，我都得到上帝嘅恩典了，然後我都離開咗世間，我都能到天家回台，兄弟姊妹，行呢個客家翻譯嘅。哦，一個心中打開嚟，一在你的新人嘅耶穌係做一個救主，耶穌係做一個上帝，你得救，因為你按十字架，佢唔是表嘅十字架，一個真正嘅嚟到世間都係有佢犧牲一個生命，為了救每一人相信佢嘅。感謝主耶穌，我相信是嗰啲世間嘅黑道都係按到問題，各樣嘅問題是加嚟到自己面前，但係唔是這樣，我禱告俾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有問題你嚟到佢面前，你寫主耶穌，佢能夠發出一奇妙小種嚟幫助你，是當你得到嘅信息。我也禱告俾兄弟姊妹，同一個凡你得到嘅恩典，在耶穌基督嘅名裏發得到嘅支持。感謝主耶穌，這個恩典充滿了俾你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